太太你好，今仔日我要甲你介绍的叫做肺炎。肺炎哦，我要甲你讲的这种肺炎呢，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炎。这种肺炎哦，一般来讲拢是长期的，伊迄是慢慢发生的，就是讲你会定定扫，会扫做久，一冬两冬扫拢袂好，迄种，迄就有可能是肺炎。伊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呢？就是若有咧食薰的人，还是厝内有人咧食薰，也是讲咱平常时生活的环境空气污染较严重的，比如讲住伫工厂的附近，煮菜油烟较济的，这拢是会造成慢性阻塞性肺炎的原因哦。油烟哦，空气无好啦。嘿啊，这种肺炎会有啥物症头呢？定定会看到的，就是扫啦，扫袂停，喘气袂顺，有当时会喘气伤急，像人咧讲的心肝头噗噗踩。食物件无胃口，人会神，无想要振动，甚至讲人煞来愈散，体重愈磅愈少。好。毋过爱特别注意的就是讲，慢性阻塞性肺炎打开始的时阵是定会扫，扫好无偌久就搁扫，因为扫起来无感觉讲做严重，有的人就当作是感冒，无咧加注意，嘛无去看医生，一直拖到尾较严重的时阵，就会歹处理啦。好，爱较早去予医生看的啦。对啦。